今天嘉义地方法院的判决，我们铁路警察局的同仁李承翰杀警无罪，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，内心非常的沉重，也非常的愤怒，深表不公，我们无法接受。去年7月3号，我们英勇年轻的李承翰，为了保护所有车厢旅客的安全，他一个人面对嫌犯持刀，奋战到底，牺牲了自己，这样的大无爱的一个精神，让我们非常的敬佩，因公殉职，也非常的不舍。那这样的判决，对警察未来执勤的安全，深深的受到威胁，严重的打击我们警察执法的士气。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是非常执法的环境是非常险恶的，那也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危害到我们执勤安全。在盘车、在拦检、在盘巡的时候，会遭受到冲撞，歹徒也会突袭攻击我们警察，处处都是高风险。那如何去保障我们同仁安全的执勤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？我会向上级来反映，是不是在新法也要特别订定如何保护我们严警安全的一个专款，让我们同仁可以勇于执法，也不会让我们严警在奋勇保护善良民众安全的时候，我们的过去严警因公殉职的，牺牲他们年轻的生命，不会白白的浪费。我相信这样的立法是很有意义的，我们必须向上级来反映，也对我们同仁执勤安全的一种保障。我们家属已经有联系上，那早上在宣判的时候，我们同仁都有陪伴家属，家属表示也是一样难以接受，那他们也心很疼。那嘉义地检署也已经发出声明稿，他们也会上诉，我们绝对支持。当然，警政署也会聘请律师协助我们家属上诉到底。